干嘛？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我大姑有没有继续逼你嫁给秦月啊？你可千万不要就范啊！我没病，但是蒋正涵可要病了。他怎么了？吃醋。别瞎说，他不会的。我会。你在啊？你说过可以适当吃醋的。我现在心里很酸。我还在旁边呢，注意点。林夕啊，你这跟谁打电话呢？我跟陈一川，拿过来。快点儿！大姑，一川啊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我没腾出空来给你嘱咐，你在金大给我看好你姐，听到没？啊，别让她跟那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鬼混，有任何蛛丝马迹，第一时间跟我汇报，绝对不允许再发生什么高中时候同班同学冒充家教这种事情。哎，你妈，别聊了，太晚了。听见没，小川儿啊？像那种心术不正、道德败坏、奸诈狡猾、用那些不上道的手段接近小溪的人，有你就得告诉我。我跟你说话呢，看什么呢？大姑，我那个室友回来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哦，对，我话还没说，挂了吧，妈。这孩子，早点睡啊。啊，好。我大姑人就那样，你也别放在心上。她就是过度宠夏林夕了。其实，我觉得你跟秦月比，你也就是穷了点，性格恶劣了一点，诡计多端了一点，别的也没什么不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能别说话了吗？其实，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经此一役，我发现我竟然是站在你这边的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结盟吧。啊？我是说，你帮我盯着段宁那个渣男，我帮你盯着秦月。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咱们俩就通风报信儿。行。那这么说定了。那咱们这个联盟就叫正义联盟。正义联盟。那个，谢了。